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我點樣去透過跆拳道幫助自己學習同訓練自己嘅領導才能。其實我學咗跆拳道已經有2年幾啦，已經係紅藍帶嘅級數啦。我從教練身上學咗好多跆拳道嘅技巧。我最初淨係識得一啲嘅簡單出拳同踢腳嘅技巧。教練教咗我好多嘢，有時會鼓勵我，有時會鬧我，最後都可以令到我去完成一啲更加難嘅動作，同時令到我明白領導才能係好重要。多謝教練嘅帶領，令到我可以喺跆拳比賽攞到冠軍，同埋喺搏擊比賽攞到亞軍。除咗我自己得到好成績，我都要去教我嘅師弟同師妹，幫佢哋去完成要做嘅動作。我更加會鼓勵佢哋盡力嘗試去做。就係咁，我學咗好多領導嘅才能同埋技巧，我都希望將來可以用喺自己嘅身上，可以幫助自己嘅成長，同埋令自己做得更加好。多謝大家細心聆聽我嘅分享。